想问一下，真理裤是什么？真理裤其实它的原型是源自于日本是日本高中生平常国中高中生在穿的那种运动三角形短裤。那因为后来的日本这个风情发展呢，有些的家长会觉得说这种裤型有点类似，可能像女生穿的比基尼或是女生的内裤的形状，会让人家感受到可能有点过于开放，或甚至有些女生会觉得这是一种对女性不尊重的服装打扮。所以到后来衍生出来是另外一种紧身方便女性运动的裤的形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理裤呢，它一看大多数的形状都是以运动裤为雏形的，旁边呢在大腿的内侧、大腿的外侧啦，有勾勒一个三角形的线条，还有白色的线框在外面。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运动起来的时候呢，不会去影响到你的肢体的延展性，也被很多现代的男性 PTT 上的网友或者是国外的一些网友都认为是现代20世纪以后、21世纪以后最伟大的一种运动服装的发明。那请问你认为现在真理裤在红什么？因为其实真理裤这个东西，它就是对女性的线条包覆的是最刚好的程度，穿衣服比不穿衣服还要遐想，还要性感诱人，就是像真理裤这种衣服才能够勾勒出女性的线条的完美。有时候你皮肤露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皮肤上一些疮疤啊、痘疤啊，或者甚至一些皱纹或者橘皮组织。那当它包覆起来的时候，它原本拥有的肉性的线条可以让它展现出更美，也减少了皮肤所带来减少男性遐想的这个成分。如果是有一个人穿水手服，一个人是穿真理裤，你会选择哪一个？水手服的话，我觉得是比较过去 old school 的性感。那其实真理裤是比较现代男性觉得遐想的空间，就是其实那个三角形非常重要，男性会希望从那个三角形里面窥探到一些女性的皮肤上的组织，会比水手服来的更加吸引男性。那如果是红橙黄绿蓝靛紫黑的真理裤，请排序。真理裤其实原本它的最 old school 就是以深色为主，其实就是怕女性有些穿着深色内裤的时候，万一是浅色真理裤，可能会露出内裤的痕迹，或者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可能会不雅观的，会影响到女性的一些自己的隐私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深色是最经典的，但是其实浅色反而能够勾勒出最多性感，所以我会以越浅色越前面。黄色我觉得是第一名，那最后一名的话是黑色，虽然它最经典，但是它可能比较少让男性有一种说不定仔细看会看出一些隐私跟秘密的那种窥探感。好的，那传人小教室除了真理裤，下一次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题目呢？我觉得真理裤之外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试试看真理丝袜，因为日本的高中生有些泡泡袜，可以根据袜子的长度来看，男性最喜欢女生看什么样长度的袜子是最能够勾起他的遐想。好的，谢谢。